注意虔诚听讲，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大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8页，解说甲正文第28页，对头算倒来就是头一逝，解说甲第28页头一逝。就是解说甲不可定空修结，即是讲学道文。这就是伫说明自性五分法身相其中的第五，名叫做解脱知见相。这个解脱知见相呢，就是讲自己的心。既然是无所攀缘于善恶，但进一步呢，袂使你守在空的所在，袂使你呢守在迄个寂静的境界，所以名叫做不可定空修结，也就是袂使你着在空。袂使着在心的无念的迄个所在，必须呢爱讲学道文，就是讲将这个所谓分别、妄念、攀缘的心去掉了呢，都爱提起理智，爱多多来学习佛法，爱多听闻佛法。下面即马要来解说，就是识自本心，达自佛理，何讲接物无我无人，得自菩提，真诚不异，名解脱知见相。讲必须呢，爱识自本心。这个识自本心呢，就是讲爱认识自己的本心，这个本心就是讲本来有的心，本来有的心，这就是简别，毋是以后才升起的妄想心。咱众生的本心是一种的自性的清净体，因为以后有一念的无明，所以呢，就变成一种的无明的妄想。咱现在时的心呢，要众生讲起来，就是无明的妄想。这个无明的妄想就毋是咱本来的心啦。所以，这个识自本心呢，就是会当好来认识。不是善，不是恶，无所攀缘，超越了一切分别对待善恶等等的迄个本来心，达自佛理。这个达就是通达，自佛理、自分只有两种的解说。一种这个自佛的这个自是欲知法之术来说明，若是欲知法之术，这个知佛就是伫知教主释迦牟尼佛。欲这个道理讲起来，就是讲来通达教主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真理，就是将这个知欲知法之术来解说。要有一种的解说，这个知呢，就是当作一切。用一切讲起来，达自佛理就是讲来了达一切诸佛之理。事实上，一切诸佛之理，甲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真理呢，应该是同款，因为是佛佛道同，每一位佛，每一位佛的道呢，拢是同款啦。识自本心。达自佛理
这是对讲学道文这个所在来，就是讲将咱的妄念去掉了，爱提起咱的智慧，运用咱的智慧，爱真正广泛、真正广阔来去学习。当然是呢，对佛法啦，必须爱多听。咱有一句话叫做孤陋寡闻，这个孤陋寡闻就是表示讲一个人啊，平常所听的真少，所了解真少，所以学习呢真正浅薄。但这款的人呢，可能啊有两种的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自己有迄个控告傲慢心，以为讲伊家己自己已经了不起啦，伊所捌已经真济啦，所以根本啦就无想讲要搁再吸收人的搁更加较济知识因为讲人所讲的呢，讲来讲去嘛是遐个尔，伊捌的都较济咧，为什么都搁听别人的呢？感觉讲就无需要。安尼结果呢，就变成一个孤陋寡闻的人，这是一种的情形。那搁再另外一种的情形呢，伊认为讲，伊认真修都好，伊无需要听伤济，听较济呢，可能嘛是无路用，所以结果呢，就变成一种的孤陋寡闻。事实上，将咱教主释迦牟尼佛乃至过去历代祖师，甲咱教修行佛法的正当的途径就是行甲解爱相应。所以，佮就讲行甲解相应，就是讲一方面修行，一方面了解。了解会当帮助修行，修行也会当共款帮助了解。啥来讲了解帮助修行呢？譬如讲，咱要修行，要修行一个法门，咱无论是修禅，无论是修净土，你在要来念佛，或者是讲要坐禅以前，对念佛或者是讲坐禅的方法，理论基础啦、方法等等啦，必须先了解清楚。先了解清楚了，你来坐禅，你来念佛。安尼呢，才袂去行错路。就等于讲，咱要去到一个所在，咱毋捌去过，必须先看迄个地图，将迄个地图看清楚，依照着迄个地图来行，咱才袂去行毋着路啦。甲这是同款的意思所以呢，解会当好帮助修行。为什么讲修行会当帮助了解呢？咱对佛法的了解，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了解。你这个了解呢，并不一定会当好真正深切的体验。必须呢，在修行中对你所了解，才会当更加进一步有一个深切的体验。比如讲，布施做功德，布施牺牲咱家己自己，会当好。为一切众生，在迄个所在呢，虽然内心会当得到一份的欢喜，但这个布施的法喜咱若讲无行布施，敢若讲你布施会当得到法喜，到底这个法喜的情形是如何呢？你根本你都无行布施，你哪会当体会出布施的法喜呢？实实在在，布施的法喜也互你体会袂到。必须你自己有行布施道，在你所在亲身去体验，才会当好体验到布施的法喜。这就是有行会当好来帮助了解意思。所以行甲解必须爱相应。在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教咱讲心毋通攀恋，不思善，不思恶。这可
可以讲就是教咱行啦。但是实验在行中呢，却必须爱讲学多闻，那就是叫咱爱解。合起来就是解甲行两边呢，拢爱互相相应才会使。安尼呢，才会当好啊，来通达诸佛之理。一边讲何讲接物，无我无人，得智菩提，真诚不异，是名地见香。何讲接物？这个何讲接物啦，这是引起老子的话。老子就是讲何其讲，当其停。名叫做讲做何讲当停。那这个何讲当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甲这个定数相合不足的意。那有咱佛教讲起来呢，就是随缘呐，叫做讲做何讲。接物呢，就是度众生。所以这个何讲接物，那是有咱佛教讲起来，就是讲随缘来度众生。这就是讲咱自己会当好来讲学多闻，会当失住本心。达至佛理，那就是得到自觉啦。得到自觉了，必须爱觉他。要如何去觉他呢？就是爱何讲接物，就是爱随缘呐，来去化度一切众生。所以名叫做何讲接物。无我无人，这个无我无人啊，就是讲。当咱伫咧随缘度众生迄个时阵，爱无我相、无人相。无我相就是讲无一个会度众生的我，叫做讲无我相。这是要何讲接物这个所在所讲啦。无人相就是讲，虽然是咱伫咧度人，但是呢，袂使咧起一个念讲某人就是伫化度。我就是伫度遮尔真济人，这就是无我无人。无我无人，也可以讲就是在咱度众生中呢，无着迄个度众生相。在《金刚经》内底也甲咱讲起真正清楚，就是讲虽然度一切众生但是呢是无众生可度者。为什么无众生可度呢？这就是当好了解空的道理啦。要较浅显讲起来，会度众生的我，这个身躯也是四大家好合。假如讲咱若是还阁一个凡夫身，我若是五蕴的家体，就是讲精神物质加好合的这个家体。无一个实在我伫咧，既然是五蕴加好合，无一个实在我，也到底是虾米人伫咧度众生呢？会度众生的，这只是一个五蕴的加合体而已。我的身躯是五蕴加合无我，同款的意思，直接接受我该度化的这众生也是同款四大五蕴加合，四大五蕴加合呢，也无一个实体好互咱解度，安尼呢就变成了无我无人。咱伫咧度众生呢，必须爱当好来体会到这个无我无人的境界。安尼咱在度众生中呢，才袂起这个骄傲心。度众生起一个骄傲心啦，这是一个修道的障碍。但是度众生的骄傲心，这是真容易起。怎样讲真容易起呢？譬如讲，咱初学习佛法，自己好不容易
学习真久的时间，对佛法有所了解啦。有所了解，咱最初呢要来讲经度众生，但是初初要讲经，无啥人捌的。那以咱社会名词讲起来，就是讲你无到迄个知名度。那无到知名度，当然呢，虽然是你真正认真讲经，可能听的人呢无介济。在迄个时阵，当然你是袂起控过5万心哦。你认为讲，哎呀，我遮尔正拍拼，都无啥人要来听，可能是我讲了无好啦。哦，搁再较认真，搁再较拍拼。即马3讲4讲啦。哦，人愈捌就愈济咯。当然呢，听经人可能愈来愈济。在迄个时阵就真容易起一个控高骄慢心。你看吼，我一个讲经几百人、几千人，这不得了了。那这就是有偶像有人像，以为讲我是了不起，以为讲有遐尼侪人来要听我讲经。那假如讲有一个骄傲心生起安尼呢，这也是一种的烦恼心。这个烦恼心袂除就是一种的进步的障碍。你既然认为讲你讲经已经真够讲啦，有遮尔真侪人伫咧听你啦，安尼你真容易生出一个满足心。安尼本身呢，对佛法方面可能就无要搁再求进步。以为讲我安尼已经都足够讲咧，就遮侪人听，那何必着搁再求进步呢？而且呢，在这个所在控过5万心一个生起就变成看人袂起看其他讲经的人啦，或者是看一般的信徒啦，就看袂起。那这就变成一种的修道的障碍。也不但是讲满足心毋爱阁学，凡是有一个满足心，都毋爱阁修。伊讲我这是我真有修行啦。我假如讲若毋是真有修行，为什么有遮尔真侪人要来听我讲经呢？凡是认为讲伊自己介有修行，也若咧无论讲行，无论讲解，就由于一念的骄傲心，有偶像有人像，将精进之门甲伊杜绝掉去。变成停顿在迄个所在，也停顿在所在，加上若是佮讲一寡控告5万的话，来去批评长老啦，来诽谤长老，也哪呢？就毋是讲袂正经义义，反正呢就做了口业，结果呢就是一种对落。所以在这个所在，着做慧能大师，甲咱提醒：失自本心，达自佛理。在何讲接物中呢，必须爱无我无人。直至菩提，就是讲一定会到达成就佛果菩提，到达证到无上的菩提道，就爱如此。这个直至就是讲直接，一直到达迄个所在。直接到达迄所在，就是表示中间无转弯啦。毋是讲中间的弯过来弯过去，乃是在虽然道众生中，会当互打破了人我相，在打破人我相的这个所在来去度众生，一方面自利，一方面利他，自利利他共行圆满啦，就会当互来证到无上佛果菩提，真诚不异。这个异就是讲改变的意思。就是讲，这个真诚呢无改变。安尼讲真诚无改变呢，就是讲咱未修行，在做一个迷惘众生迄当时阵的真诚，乃至到咱成就菩提道迄个真诚，事实上共款都是迄个真诚。迄个真诚的本身呢，根本是无改变，无改变，才会使你叫做讲真诚啦。若是会改变呢，就毋是真诚。所以伫这所在，伫咧讲做直至菩提的这个直啦，也是有这个无改变的意思。用迄个因地心来去修行，
也就用迄个因地心来成就迄个果觉。因心果觉呢，共一个，毋是有两个。那依照六祖慧能大师家所讲的，咱众生迷啦，就是众生；悟啦，就是佛。迷到底是迷啥物？悟是悟啥物？迷就是迷去了真相，就是讲对真相迷失去了。因为迷失了真相，所以就做众生。悟是悟啥物？就是悟了真相。你会当好悟到真相，就是会当成佛。所以，这个真相将你做一个凡夫众生，乃至开始修行，到最后成佛，这个真相啊，就是如此，如如不动，永远是无改变。佢就讲做真相不移，明解脱知见相。讲这呢，就名，佢就讲做解脱知见相。所以这个解脱知见相的意思呢，就是讲自性本来啊，会当好来应物，来施以方便，来利益众生，来去教化众生。即嘛第二段的自性五分法身相解说了。接下来要来解说第三大段，就是说明啦无上的忏悔。正文就是善知识，此向各自类分，莫向外灭。今因你等受无上忏悔，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善知识各随我意。一时道，弟子等将真念、金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污昧染，将前所有恶业、污昧定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休起。弟子等将真念、金念及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将前所有恶业、骄狂定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休起。即嘛，这段呢，就是伫咧说明忏悔。善知识讲到这个所在，慧能大师搁在叫在座，或者听众一声讲善知识啦。讲此向呢，各自类分，莫向外灭。此向就是在指前面的五分法身向。讲这个五分法身向啊，各国呢将自己啊类分。这个类分呢，就是讲在内底分析。莫向外灭，讲这呢，唔通向外面去找啦。这个灭就是心灭，心灭就是找意思。这个类分是什么意思呢？类分就是讲在内底分析，在内底分析就是讲众生心内啊有本觉的真如。那这个本觉的真如。发起了伊的分析的作用，就来分析无明，也使这个妄心会当好厌生死苦，会当好求涅槃之乐。这个名叫做讲做类分。所以这个类分啊，就是在心内所发起的作用。这个心内发起的作用呢，有两种：真如本性也有分析的作用；无明呢，同款也有分析的作用。这两个分析的作用，到底什么人的作用会表现出来？那就看因这两个到底啊，其中倒一边的力量较强。
假如若是无明分析的力量较强呢，就将真如分析的力量给压倒去。咱现在是一般众生啊，只敢伫咧起分别心，伫咧打妄想，就是因为无明分析的力量较强啊，就将迄个真如的理智给摆不掉，所以呢，无法度发生迄个作用。那假如讲咱有一个发道心的人，因为伊真如分析的力量较强，结果呢，将这个无明给打倒了。所以伊念念中呢，都一直要来发心修行啊。认为讲世间呢，这是一个痛苦的所在，赶紧呢要来远离世间的痛苦，要来求涅槃的快乐。这啦，就是因为真如分析的力量强。所以将迄个无明分析的力量给打倒，所以在咱心肝底呢，咱认为讲真正矛盾。有当时咱想着好诶，但是有当时想着歹，看起来敢是矛盾，但是呢，这并不是矛盾，这应该就是讲两方面不同的作用。咱想要来学会修行，这是真如的分析，也佫。一搭句安尼打妄想贪嗔痴，这就是无明的分析。所以啊，两边分析来分析去，咱的心的作用呢，就变成有好，变成有歹。这个内分呢，所对立的有一个外分。这个外分是啥物呢？就是讲诸佛菩萨的教法，以及甲咱自己的拜佛啦、念佛等等。即款的外向的修行呢，这名叫做外分。这个内分啊，当然有需要外分的帮助。一句话讲，就是讲咱安怎样太发起要来学会修行呢？咱的真如实性啊，本来就是有迄个分析的功能，但是呢，受到无明的分析啊，将这个功能摆不掉了。在这个时阵呢，必须靠诸佛菩萨的教法。以及甲咱自己啊，来去体验，来去修行。安尼呢，由这个外分啊，就引起了内心真如实性的分析。这个真如实性分析的力量来强呢，当然啦，一切的这烦恼都会当消灭掉，一切罪孽呢也可以了。安尼就当确确实实会当来。远离生死的痛苦，来去得到涅槃的快乐。在这所在，慧能大师就甲咱讲善知识啦。讲这个五分法身相，乃是各自己爱将内心分析，就是讲将内心啊发起了伊的功能作用。这个唔通向外面去求，因为爱咱内心分析，唔通向外面去求呢。所以在前面则讲，这是属于自性的五分法身相。注意看先听讲，咱今仔日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了这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注意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